各位同學大家好，今日我要介紹嘅呢本書叫做《雪地的小太陽》。大家可以望一望呢個封面，你覺得雪地入面嘅小太陽係指邊個呢？係呢一隻北極熊，亦或係呢一朵太陽花呢？等我哋一齊嚟望一望呢個故事講咩啦。喺一個冰雪覆蓋嘅遙遠國度，有個小女孩叫明月。明月嘅笑容似雪花一樣閃亮。佢鍾意喺雪中跳舞，用舌尖嘗嘗雪花嘅味道，或者將佢嘅小腳印踩到周圍都係。除咗呢一啲，有一樣東西係明月最愛㗎，佢又大又柔軟，令人想要好好咁抱抱佢。佢係明月最好嘅朋友，佢係一隻大白熊。明月同大白熊就好似麵包配上草莓醬，一秒都離唔開對方。而且佢哋做每件事情都要喺埋一齊。佢哋一齊喺結冰嘅湖面上溜冰，咻！一齊滾大嘅雪球，甚至連感冒都要一齊。明月住喺一個冰屋裏，大白熊住喺洞穴裏。有一日，雪地上突然冒出神奇嘅小東西。啊，係一朵花，係會跳舞嘅小黃花。大白熊心諗，呢朵花真係美麗啊！佢小心咁樣摘下佢，送俾心中最特別嘅人。大白熊將呢一朵小黃花帶俾明月，睇下呢一朵花。明月收到之後，高興地笑了。佢係我嘅太陽花，最美嘅一朵花，我會永遠珍惜佢㗎。可惜嘅係，冇幾耐，佢嘅花枯萎了。當最後一塊花瓣落下，明月嘅笑容都消失了。無論大白熊做任何事，都冇辦法令佢再笑。最後只剩一個方法可以讓明月再恢復笑容。佢決定划船去尋找另一朵太陽花。隔日，明月到處都揾唔到大白熊，只發現一張字條：我去找太陽花，愛你的大白熊。從嗰日開始，明月每天晚上都對住月亮許願。明月輕輕地說：拜託讓大白熊明天就回家。早上佢都會跑到大白熊嘅洞穴，從門上嘅小窗探頭看。大白熊！佢大叫，但係大白熊一直都冇回來啊！究竟大白熊去咗邊度？佢能唔能夠揾到另一朵太陽花？明月仲能唔能夠見到佢？如果你哋想知道答案，記住去圖書館借閱《雪地的小太陽》呢本書啦！多謝大家。